呢一集我哋會話你知最容易讓靈魂歸位嘅5件事。第一係學會去寬恕你生命當中所有嘅人，包括所有你覺得呢一世都唔可能寬恕嘅人，因為寬恕能夠釋放你哋嘅因果業力。寬恕係你哋累生累世都需要學習嘅人生功課。第二件事，學會開始做自己最熱愛嘅事業，因為最熱愛嘅事業係你人生靈魂嘅功課。我哋身心嘅存在，佢嘅目的只有一個，就係幫助我哋嘅靈魂去完成我哋每一個人呢一生嘅使命同任務。第三件就係開始結交志同道合、同自己同頻共振嘅人，正能量嘅良師益友，同佢哋為伍，共同學習，共同成長，共同工作。因為人嘅成長係需要圈子嘅，當你呢個圈子每一個人都好熱愛學習，每一個人都喺自我改造、自我成長，你一定會俾佢哋所影響。第四件事就係贍養自己嘅身心，將自己嘅身心變得更加純潔健康。第5件事就係將生命當中嘅每一件事，不管係好事定係壞事，都將佢當成係自己人生嘅修煉。學會借勢修心，透過你遭遇嘅種種事情嚟為自己作為靈性嘅反思，提醒我哋自己咩係對，咩係錯。近呢幾年有啲人生啲奇怪嘅疾病，講得更直白一啲，就係好多疾病其實係想透過我哋內在靈性嘅力量，同我哋自己身體溝通，傳達俾我哋嘅信息。但係我哋唔願意去聆聽自己內心嘅聲音，久而久之，只能夠通過疾病喚醒我哋每一個人。當你下定決心做好呢5件事情，雜念自然消除，會發現光明自在心中。喺呢個時候，你唔會再羨慕身外物，因為你已經知道自己就係宇宙最珍貴嘅靈魂。靈魂歸位係接管生命嘅開始，唔再等待機會同奇蹟，而係重建方向，釐定靈魂功課。能量唔被消耗，注意力唔被瑣碎事情牽引，生活有咗確定感，內心會產生咗一種踏實感。如果你聽到呢度有共鳴嘅話，你就係已經走喺覺醒嘅路上。真正嘅你係穿越呢一切之後，仍然能夠回歸原本真實嘅自己。當靈魂歸位，就係此生最偉大嘅功德，俾你從頭腦喧囂、情緒浮動、慾望沼澤中揾返自我，明白人生唔係討好世界，而係活出本劇嘅清明與灰雲。感謝你睇到最後，如果今日呢條影片對你有幫助，記得幫手點個讚，再留言當下覺醒，同我分享你嘅感受。其實修行唔複雜，一念心就已經改變世界，唔需要太執着，活在當下，開心過好每一日先係最緊要。祝你心清明淨，心中有愛，活得自在。仲未訂閱嘅朋友，快啲撳右邊嘅訂閱，同我哋保持聯繫，唔好錯過任何覺醒瞬間。如果你想行得更深，可以隨緣成為會員，同一班同頻嘅朋友一齊共修，互相扶持。記得隨喜轉發出去，廣傳善知識，大家一齊積福報。